大家好，我是嘉辉，今日要来小解我这篇音乐会的文章。好，我先念我的作品哦。音乐会今年6月24迄天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日子。为虾米安尼讲呢？因为即天是我这世人第一场演奏甲分享会。我弹钢琴，演奏的时间差不多40分钟，剩的时间是讲故事的分享。我演奏华语歌，阁有我家己所创作的歌，名号做《The Song of Veronica》。条歌是我写予所喜的音乐家的歌。阁有伫即届活动，除了现场观众，我的表演嘛是要予迄个音乐家听的，因为伊嘛足喜迄条歌。伫我音乐路途中，会当有安尼的机会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后半场是我的音乐故事，我分享音乐演的快乐，连我家己嘛讲了袂歹呢。我一定会继续保持我所喜的音乐兴趣。好，我先分享一下吼，其实我会写即篇的，就是因为我伫咧我25岁时阵，就是6月24即天吼，我家己办一场钢琴的演奏分享会。我演奏，我有讲着我演奏40分钟嘛。后壁我着讲我家己学钢琴的过程啊。其实我学钢琴无介久，我是19岁才开始学的，学到23岁，所以才学4冬尔。尾啊，我拢是家己要谱，家己练习来弹的。细汉的时，我学过的乐器就是埉仔嘛，嘿，细汉的时阵，就是小学的时阵，拢会学埉仔。迄个时阵我有加入去学校的乐队，佮合唱团，就是足喜音乐的，嘛足想要学钢琴，毋过一直无机会。结果着等到我读大学的时阵，我央阮阿姨讲，阿姨，我真正足想要学钢琴，伊怎啊拜托阮爸爸，互我学钢琴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我逐工伫咧学校，拢透过中昼的时间来去体育馆的钢琴遐练习钢琴。虽然无介侪时间，毋过嘛足骨力练，所以我就是学4冬了后，我着开始家己练习。然后我尾仔嘛有法度家己写歌。袂法度写台语歌诶，就是讲音乐尔啦，嘿，音乐尔无歌词诶迄种歌。即条歌叫做《The Song of Veronica》。即条歌就是伊诶灵感，就是对我足喜意诶 Veronica 个音乐家所诶气质所写出来。有一届诶活动，就是即个音乐会，就是我诶音乐会哦。伫迄个音乐家办一个 fans 的音乐会，我着去伫弹互伊听，伊讲伊足喜意的，伊足欢喜的，所以我讲有安尼机会，我真正足欢喜。尾啊，我就是讲着遮个故事，所以我感觉我爱继续保持，爱加油，台文嘛爱加油。感谢大家，我分享到遮。